来看花莲有民众最近伫海上拄到一只豆腐鲨，家己划过来，船长竟会甲惊到，随甲引证轨禁掉。这只豆腐鲨就伫船边踅来踅去，一点仔都唔惊。船长嘛专工甲影片传去网络顶管。豆腐鲨在我船边游泳，跟着我一起玩。专门伫咧载人出海钓鱼的四国船长，最近伫咧花莲盐寮海峡作业的时阵，看到一只正大只鱼划过来。本来就是鲫鱼或者是海猪，但伊划到船边才发现是一般大家叫豆腐鲨的海翁。我们大概都在30-40米的地方，一看到是金鲨那就熄火，怕去伤到它。那结果它就自己游过来了。在我们船边绕了3圈，然后才离开。在船上的钓客兼赏金，好高兴啊！像海翁的业者，当年这个时阵，拢会拄到过2-3遍豆腐鲨，大家拢真好奇，伊为什么主动划过来？因为之前发生过有人惊伊巴肚枵，摕虾米甲伊吃，甚至沿路一直甲伊入，安尼拢无好。我们如果观察到的话，其实能够静静的观赏它、欣赏它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千万不要喂食，也不要刻意的去加速去冲撞它。那我们保持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去观察、亲近它。豆腐鲨这种海翁，伫2000年已经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入红色名单。台湾自2008年开始，已经全面禁止捕猎、贩卖、持有加进出口。若无顺利走入去定地放的活体豆腐鲨，会抗标志放流进行科学研究。豆腐鲨虽然个性真温和，不过若拄到伊，也是唔通伤过甲感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